最怕你自願你俾咗佢，呢鋪真係頭痕。有冇裝我偷拍器喺度啊？咩偷拍戲啊？我諗緊你中唔中意黑人嚟？我係叫張建升啦，呢個咧就係私隱學家嚟嘅，喺一間就嚟倒閉嘅電視台裏面擔任經理啦。喂，琴日邊個睇完上集啊？有一晚咧就失竊，蔡經理咧諗緊係邊個做嘅，同時又好想監測下我哋其他員工。 3更就變2更啊！人工唔見你加足喎，就算我瞓覺，我覺得好應該。你擅離職守啊！你仲聲大夾我？佢唔諮詢其他員工嘅情況下，而裝咗一個咁嘅閉路電視。蔡經理，你唔拎呢個啊？做咩偷拍我咧？要明張目膽咁樣拍唔得咩？ 玩咗8年啊！你俾佢大信封我？我睇咗呢2個禮拜閉路電視錄影帶啦，唔怪得間電視台都劈屎咁啦！你堂堂嘅經理係正經嘢唔做，就走去睇2個星期閉路電視錄影帶炒看更。你估我想做，你嚟做啊！咁啱夾埋㗎。 其實你哋喺台嘅困難咧，我哋絕對明白。即係用咗唔公平嘅方法去收集個人資料。我唔撈。發現咗有人偷拍你嘅時候，好難再喺嗰個地方度繼續好開心咁做嘢咯。呢個社會越嚟越多閉路電視，冇證據咪揾咯，攞去啊！咩嚟㗎？偷拍器咯。如果有合理嘅理據懷疑員工涉及又或者進行非法嘅活動，老闆先至可以裝隱蔽式嘅閉路電視嚟到搜證。負面影響係非常之大，唔係話你就咁偷拍完我就解決到嘅，即係就算你拆咗都係解決到，因為個心理陰影係太大。我想提醒僱主，如果要喺屋企 set 部攝錄機去監察家用嘅活動之前，一定要考慮到家用嘅私隱權，同埋要認真做一個風險嘅衡量。僱主要評估下監察嘅實際需要，係唔係真係冇其他辦法可行呢？而考慮過所有嘅因素之後，都仍然要喺屋企進行攝錄監察嘅話，就要問下自己監察嘅方法究竟合唔合理。記住實行之前要俾家用知道有關嘅監察行為，同埋要妥善處理呢啲咁嘅攝錄記錄。